咱台湾的病院出现群组感染了后，真侪病院也伫咧烦恼讲要安怎加强防疫甲消毒。伫台北市的成功病院，正是甲台大合作，使用机器人做消毒，避免人甲人之间的接触。蓝色的喷头会当正平倒平洗，对手环啊等等较厚黏病毒的所在做消毒。这是成功病院甲台湾大学合作研发的防疫机器人，会当利用遥控设定路线来消毒，减少人工接触到病毒的风险。最好的情况就是说，在不使用人力的情况之下，那我们的空间可以做自动的这个消毒。那针对一些定点，可能病毒量会比较大的地方，比如说冰箱的把手、我们门的把手，甚至于是我们的电脑键盘。这台智慧机器人会使针对较细的所在机动消毒，佮有侦测系统会自动闪过人甲物件。若是范围较大，佮有另外一台气化装置，对室内做大范围的环境消毒。这个其实在日本或者是其他国家也有一些公司已经在实行了，就是说能够结合系统，让它顺整栋建筑物、整个卖场好的消毒。这两种消毒的机器，拢是甲利用化率、气化，也是用喷雾的方式，甲消毒范围提升到规个空间。成功病院感染科的主任嘛表示，目前疫情严重，病院感染源的管控是即马爱注意的重点。记者陈雅文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